好啊，好啊，好啊。咁呢個係個 main cam。好啊，好啊。見晒你哋兩位嘅。好。咁嗰個咧就會大頭咧就會鬆住醫生嘅。好啊，好啊。咁一陣咧，咁到醫生講書嘅時候咧，咁咧就會係有個咁嘅畫面嘅。咁醫生就一路講書，你一轉咧，呢度都會升到，就會轉咗個膠袋。OK。我用上下都得嘅。OK。可以嘅。好。咁跟住到袁先生講，其實得一張 slide 嘅啫。咁呢度有張 slide 係就係嗰個病人組織。好啊，好啊。咁你講到去嗰度咧，我就會轉過嚟㗎啦。好啊，好啊。係咯。呢個係最尾㗎嘛？係最尾嗰度。係啦。呢一個咧，仲有一段 round up 嘅，咁我就會攞翻你哋兩位咁樣，跟住就講翻嗰個ending 嘅。楊醫生知道流程嗬。主持開場，跟住就交個波俾你。咁講完書之後咧，就 Q&A。Q&A 完之後咧，應該有個conclusion。summary 咁樣咧，要交俾你總結嘅。OK。咁咧總結完之後咧，主持就去翻個 ending 啦。ending 咧就會有頭先嗰張各個組織嘅聯絡方法。咁跟住就有個 round up 就收尾嘅。OK。係啦，咁跟住收尾之後咧，我哋風濕不再，風濕不再，風濕不再，你我自在。尾二嗰個咁樣。即係你都本身講咗，你咪喺呢度講埋，你喺講書嘅時候。講書嗰陣時講埋得啦，係嘛？即係唔使特別又再咩啦，係。好啊。好啊，好啊，歡迎大家收睇由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舉辦嘅健康教育。OK。Hello Eugene，各位觀眾大家好，多謝風濕科基金會嘅邀請。風濕病，我都係照稿讀啦。
各位線上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收睇由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舉辦嘅健康教育講座直播。我係今日嘅主持人耀堅。今日咧，我哋會講一個對於紅斑狼瘡 SLE 病友非常重要但係咧平時可能比較少深入討論嘅題目，就係紅斑狼瘡病人嘅防盾、預防感染與疫苗接種全攻略。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風濕科專科醫生楊允賢醫生嚟到同大家詳細拆解一下紅斑狼瘡病人嘅感染風險同埋疫苗接種嘅策略嘅。楊醫生你好，好多謝你咧今晚嚟到同我哋分享。Hello Eugene，各位觀眾大家好。咁我好多謝風濕病基金會嘅邀請啦，咁同大家分享下紅斑狼瘡嘅病人，如果感染嘅話，佢有啲咩風險同後果啦？點解咁容易發生感染啦？點解要打疫苗啦？疫苗嘅效益係點樣啦？幾時需要接種啦？同埋點樣同屋企人合作，可以做一個保護圈保護自己嘅。咁提大家啦，如果今晚咧有任何問題關於紅斑狼瘡啦、感染啦同埋疫苗嘅問題咧，都可以喺留言區嗰度提出。咁我哋會喺最後嘅 Q&A 環節嗰度揀幾條問題，請楊醫生咧為大家解答㗎。咁楊醫生啊，不如我哋先由最基本嘅講起啦。究竟點解紅斑狼瘡嘅病人咧係特別要留意感染呢一個問題咧？本身咧感染對於紅斑狼瘡嘅病人點解咁重要咧？都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個原因就係咧，紅斑狼瘡本身係一個比較活躍啲嘅免疫系統病啦。咁但係醫學進步咗啦，咁好多時咧都會得到一啲症狀嘅緩解。如果食咗藥之後咧，病情都會有改善嘅。咁但係隨之而來咧就會有感染嘅風險啦。咁而感染嘅風險咧，亦都係第二大嘅原因咧，導致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個健康會受到影響啦。尤其是係第一年嘅時候咧，佢哋嘅病情比較活躍咧。因為紅斑狼瘡而導致感染嘅死亡風險咧都比較高嘅。咁另外除咗係感染風險本身啦，因為其實有一啲人咧，佢本身感染之後咧，佢都會有二次嘅紅斑狼瘡嘅活躍嘅。咁所以咧都會影響咗病人嘅發病率。咁所以點解感染嘅風險同埋紅斑狼瘡嘅病人點解會咁重要咯？咁我哋睇返啲數據啦。咁其實如果係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其實比正常嘅人群咧，佢感染風險咧係高過3倍嘅，而嚴重感染嘅機會率咧，亦都會比正常人高出5倍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好注意返感染對於紅斑狼瘡病人嚟講咧，佢嘅病情都會帶嚟重要嘅負擔嘅。明白。咁究竟咧紅斑狼瘡嘅病人最常見係會感染啲乜嘢咧？有冇邊幾類嘅感染咧係特別需要留意㗎？咁首先要留意就係細菌感染啦。咁細菌感染咧都佔咗總體嘅2/3左右啦。咁比較重要啲嘅病原體咧，第一就係肺炎鏈球菌。咁肺炎鏈球菌成日聽個名都知道佢都會容易引起肺炎啦。咁另外咧，亦都會有機會引起敗血症嘅。咁如果有一啲病人會有入侵性嘅肺炎鏈球菌咧，咁佢都會影響身體健康啦。入院嘅風險咧，亦都會比正常人高嘅。咁第二種咧就係大腸桿菌啦。咁大腸桿菌咧就主要會引發尿道炎感染啦。咁因為紅斑狼瘡嘅病人多數都係女士啦，比較容易有尿道炎啦。而尿道炎比較常見嘅菌咧就係大腸桿菌，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感染嚟嘅。咁第三咧就係金黃葡萄球菌啦。咁其實金黃葡萄球菌咧都會存在喺皮膚上面嘅，係一種正常嘅細菌嚟嘅。但係有啲病人咧，佢本身有其他嘅皮膚病嘅，譬如可能係濕疹啊，或者係本身個皮膚有傷口啦，咁就令到金黃葡萄球菌咧就侵入咗啲皮膚同埋軟組織，咁有機會咧會引致潰瘍啦，或者係蜂窩組織炎呢一啲嘅病症咯。咁所以咧細菌感染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嚟嘅。咁除咗係細菌感染之外咧，其實病毒感染同埋一啲機會性嘅感染咧都會好常見嘅。咁如果係病毒感染咧，咁比較多人知當然係帶狀疱疹啦，即係生蛇啦。咁而紅斑狼瘡病人咧，佢本身個風險咧係高過正常人嘅。而如果紅斑狼瘡嘅病人感染咗帶狀疱疹咧，亦都會容易令到心血管發炎啦，造成心血管疾病。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其他嘅病毒感染啦。咁譬如季節性流感啊、新冠肺炎啊。咁如果紅斑狼瘡病人引起呢啲病毒感染咧，其實都會容易導致重症同會入醫院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注意返呢一類嘅病毒感染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 ，HPV 即係人類乳頭瘤病毒咧，其實都常見嘅。因為本身紅斑狼瘡嘅病人咧，本身消除 HPV 呢個病毒嘅能力比較差啦。
咁而 HPV 咧有好多款嘅，有啲款式咧佢可能會導致一啲良性嘅疣，但係有一啲款式咧佢可能會導致一啲比較嚴重嘅病啦，譬如子宮頸病變啊，甚至係子宮頸癌嘅風險咧都會增加嘅。咁另外機會性感染嘅意思咧就係本身一般有正常抵抗力嘅人咧係唔容易感染呢一類嘅病嘅。但係如果係免疫系統低下，譬如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其實會比較容易有機會性嘅感染啦。咁第一樣咧就係肺囊蟲嘅肺炎，即係 PJP 啦。咁主要咧係出現喺一啲高劑量嘅類固醇啊，或者免疫系統比較弱嘅人士咧，佢就會出現突然間肺炎啦、缺氧啦、發燒嘅病徵啦。咁就會發覺係肺囊蟲嘅肺炎啦。如果真係肺囊蟲嘅肺炎咧，佢本身嗰個感染嘅風險啊，同埋重症嘅機會咧，亦都會比正常人高嘅。咁第二就係巨細胞病毒啦。咁巨細胞病毒咧，主要如果係機會性感染咧，有時會肺炎啦，或者有機會會腸炎啦。咁嗰啲病人咧，主要都係發燒、氣促啦。如果係肺炎，咁如果係腸炎嘅話咧，有機會肚屙同埋屙血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警惕返，如果有一啲病人嗰個免疫系統比較低下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容易有巨細胞病毒感染。咁第三就係肺結核啦。咁肺結核咧喺香港咧都係屬於比較常見啲嘅病症啦，係經過空氣傳染嘅。咁所以咧都好難預防。咁如果有一啲免疫系統比較低下嘅人士咧，佢本身肺結核嘅菌咧可能匿埋咗喺身體入邊潛伏咗，佢唔發出嚟嘅，直至到免疫系統低下嘅時候，譬如紅斑狼瘡好活躍啊，或者係用一啲比較高劑量嘅免疫系統藥嘅時候咧，佢就會激活咗出嚟啦。如果激活咗出嚟嘅話咧，有機會會導致肺結核啦，即係有機會有肺炎啦。或者係肺結核菌咧走咗去全身嘅地方，譬如引致淋巴感染啊，或者係腦膜炎啦。咁呢啲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病症啦。咁所以咧，我哋喺用一啲高劑量嘅免疫系統藥或者生物製劑之前咧，都要做一啲臨床嘅評估，去睇返呢個病人有冇潛伏性嘅肺結核。如果佢有嘅話咧，就需要一啲藥去控制啦。咁聽落咧都真係幾多方面咧需要顧及喎。咁但係如果唔好彩真係感染咗嘅話，會唔會誘發到紅斑狼瘡復發嘅咧？本身咧感染咧同紅斑狼瘡啦，同埋其他嘅器官咧都有啲聯繫性嘅。咁第一個就係佢本身會容易啲有心血管風險啦。咁主要係因為咧，譬如有一啲感染發生咗啦，譬如一啲嚴重嘅細菌感染或者係大腸包疹感染啦，咁佢都會令到全身有啲炎症啦。咁呢啲炎症咧都會激活咗白血球啦，或者係免疫系統啦，咁會令到血管發炎同埋活化啦，咁會加速咗動脈硬化嘅機會啦，咁所以會造成心血管嘅疾病啦，譬如中風啊、心肌梗塞啊嗰啲。咁所以咧感染咧唔係淨係影響本身感染個器官嘅，佢都有機會影響啲心血管，咁同心血管嘅風險咧都有聯繫。咁所以如果係有嚴重感染嘅話咧，都會對於心臟嘅負荷加重。咁第二就係佢本身會唔會引發紅斑狼瘡咧？咁感染都會有機會引發紅斑狼瘡，咁尤其是係病毒感染啦。咁有啲文獻顯示咗咧，譬如季節性流感咧，都會同紅斑狼瘡嘅病人住院復發係有關係啦。咁本身嗰個原因係因為咧季節性流感或者其他病毒嘅感染咧係會激活咗免疫系統，咁亦都會加劇咗自身免疫系統嘅反應。咁所以如果少啲感染，避免病毒感染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減少紅斑狼瘡復發嘅機會。咁但係如果病人發燒啦，又點樣可以分得清係因為感染到紅斑狼瘡啊，定係因為係一啲感染會令到狼瘡復發咧？呢個喺臨床上都係一個比較難嘅問題嚟嘅。咁我哋首先要臨床表現睇下病人有冇其他病徵咯。咁譬如如果病人有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狀，譬如可能係流鼻水、咳、同埋發燒啦。咁我哋都會做一啲檢查去睇返究竟佢係唔係一個感染嘅，譬如可能我哋會攞鼻咽嗰啲化驗啦，睇下佢係咪有流感啊、新冠病毒或者其他嘅病毒感染啦。咁第二就會照返個肺嘅 X 光啦，去睇返有冇肺炎啦。咁如果有一啲人咧，佢本身淨係得發燒，冇其他病徵咧，所以喺臨床上都有啲難分辨嘅。咁我哋需要做啲抽血嘅檢查去睇返啦。咁有一啲嘅血嘅指數，譬如 C 反應蛋白，即係 CRP 啦。如果佢升高嘅話咧，其實就比較似係病菌嘅感染。咁但係當然唔係100%係準確嘅。有時我哋都會見到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如果佢病有翻發嘅時候咧，都有機會 C 反應蛋白會高。咁所以變咗係咧，我哋都要睇翻究竟個病人本身個病歷係點樣啦，同埋我哋熟唔熟悉嗰個病人啦。
譬如有一啲病人咧，佢本身係一啲關節問題嘅，即係可能係紅斑狼瘡，佢本身有關節炎嘅。其實佢有紅斑狼瘡活躍嘅時候咧，佢個 C 反應蛋白都會比正常高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淨係 C 反應蛋白升高咧，其實可以幫助我哋有多啲線索去睇下佢係咪病菌嘅感染啦。但係我哋都需要其他嘅種菌報告去輔助我哋去睇翻究竟發燒係因為感染啦，定係狼瘡活躍嘅問題咯。咁頭先提到啦，感染嘅風險會增加啦。咁其實同邊幾類嘅因素係有關嘅咧？其實都有好多因素影響。咁首先就係個病本身啦。咁有好多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如果佢個病情比較活躍咧，佢 C3 補體同埋 C4 補體咧係會下降。咁佢會影響咗補體系統啦，令到嗰個清除病原嘅能力會弱咗啦。咁第二就係咧，有一啲病人咧，佢本身係一啲家族性嘅紅斑狼瘡。咁家族性嘅紅斑狼瘡咧，本身有機會係 C1Q 嘅抗體或者係 C4呢啲補體咧，佢嘅基因有啲缺陷嘅。咁呢啲缺陷咧係會增加 SLE 感染嘅風險。咁第三就係本身有一啲病人咧，佢白血球或者係中性粒細胞或者係巨噬細胞，佢個功能係有障礙嘅。咁所以當佢有細菌感染嘅時候咧，佢對於病毒細菌嘅佢本身抵抗嘅能力係會差咗嘅。咁所以佢都會容易有病毒細菌感染啦。咁另外就係因為紅斑狼瘡，如果本身個病比較活躍啲咧，咁佢個免疫系統係比較失衡啦。咁佢可能佢本身個免疫系統係集中喺自己打自己啦，即係對於病毒細菌保護嘅能力會減弱啦。咁所以亦都會令到嗰個感染嘅風險會增加。咁第二個因素咧就係本身狼瘡活躍同埋器官損傷嘅程度。咁如果狼瘡活躍嘅話咧，有啲文獻講話咧，如果係中度同埋高度嘅活動咧，佢嘅感染風險會明顯提升。咁第一樣就係因為本身紅斑狼瘡如果係有活躍嘅程度嘅時候，當然佢有其他嘅因素令到佢會感染風險會高啲啦，因為頭先都有講過佢有其他嘅因素導致。咁第二就係紅斑狼瘡腎炎嘅病人咧，其實佢感染風險會高啲嘅。咁第三就係咧，佢本身如果紅斑狼瘡腎炎或者係其他原因，佢血入邊嘅蛋白有流失啦，佢本身嘅蛋白低啦，因為本身蛋白咧係一啲製造抗體嘅能量，咁所以咧會令到免疫球蛋白 G 會下降。如果免疫球蛋白 G 會下降咧，佢亦都會容易啲有感染嘅風險。咁另外就係因為如果係一啲嚴重嘅紅斑狼瘡，佢需要一啲高劑量嘅類固醇同埋免疫系統藥啦，咁有時有機會係用生物製劑啦。咁呢一啲嘅藥咧，亦都會削弱咗佢嘅抵抗能力嘅，咁佢都會容易啲有感染。咁我哋點樣可以預測到某一啲病人係容易啲有感染咧？咁第一就係如果係 C 反應蛋白高嘅話，咁代表佢容易有細菌感染啦，或者係佢本身唔係一個單純嘅紅斑狼瘡復發啦，即係可能其實佢本身有一啲潛伏嘅細菌病毒喺入邊啦。咁第二我哋會睇返血入邊嘅蛋白啦。如果低血蛋白嘅話咧，佢哋都係免疫系統都係比較弱啲嘅。但係當然，如果佢本身冇發燒，但係血清蛋白比較弱嘅，咁我哋主要都係觀察啦，唔會特別用抗生素去到預防一啲人係有感染啦。我哋都要睇返病人嘅情況去決定究竟佢需唔需要用抗生素預防佢有感染。因為如果係長期用抗生素咧，都會擔心佢有抗藥性嗰個風險。咁所以我哋都要平衡返感染嘅風險啦，同埋用預防抗生素嗰個風險。咁第三啦，有啲人譬如如果淋巴細胞比較低咧，咁佢亦都會削弱咗抗病毒嘅能力嘅。咁紅斑狼瘡嘅病人咧都比較多淋巴細胞比較低。咁同樣嘅措施就係，如果佢本身淋巴細胞比較低咧，而佢冇發燒咧，我哋都係採取觀察嘅策略嘅。但係我哋會去短時間去覆診病人咯，或者係通知翻病人，如果佢有低燒或者係有唔舒服，佢應該要早啲翻嚟睇啦。因為淋巴細胞低咧，亦都會有導致感染咯。咁第四就係白血球過低啦。咁白血球過低或者中性白血球過低咧，咁呢一啲都會容易啲有感染。但係一部分嘅紅斑狼瘡病人咧，本身白血球都會低嘅。咁我哋就要平衡翻用藥個嚴重程度啦，究竟用藥要幾多啦，去平衡翻藥物引致白血球低嘅風險。咁所以咧，每一個病人咧都個情況都有啲唔同嘅。如果佢本身個病係活躍嘅，我哋都要同病人商量翻佢嘅血嘅報告啦，同
同埋佢嘅病情啦，去幫佢了解究竟佢需要用幾強嘅免疫系統藥咯。咁第三個因素就係當然係用藥啦。咁類固醇咧係一個雙刃劍嚟嘅，即係佢有佢嘅好處，因為佢可以令到紅斑狼瘡嗰個活躍程度降低啦。但係如果個風險太高咧，即係譬如可能係佢需要衝擊類固醇或者係高劑量類固醇，佢嘅感染風險一定會好高。咁有啲文獻講啦，譬如如果係多過7.5毫克至10毫克嘅類固醇咧，其實佢本身嘅感染風險咧係會比正常高好多嘅。咁所以如果國際標準咧，我哋都係希望用一個高劑量嘅類固醇，盡快去減低紅斑狼瘡嘅活躍程度啦。然後咧就希望嗰個類固醇嗰個劑量咧係細過等於5個毫克一日。如果係細過等於5個毫克一日咧，佢嘅感染風險會相對減低。咁第二個就係我哋希望咧可以早啲用，譬如免疫系統藥或者生物製劑啦。佢希望可以減個類固醇嗰個速度會降低，會加快啦。希望可以類固醇可以細過5毫克一日咯。咁我哋每一個病人咧，我哋都要因應翻佢嘅情況去決定類固醇嘅劑量同埋類固醇減嘅速度。咁當然免疫系統抑制劑都會對感染有影響啦。咁我哋比較常用就係MMF 啦，或者係MTX 啦。咁呢啲都係比較常用嘅。咁華倫酸胺咧就有口服同埋吊針啦。咁口服咧，長遠嚟講咧，佢嗰個感染風險咧都會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多數咧都會揀用吊針呢個方法啦，希望可以減少藥物喺身體入邊累積嘅藥量啦。咁亦都可以減少感染嘅風險。但係每一個病人都有唔同嘅，咁你要同病人解釋啦。咁另外紅斑狼瘡咧，幾乎每一個人都會用HCQ 噶啦，即係興樂龜啦。咁呢一隻藥咧，主要係用嚟調節個免疫系統。相對地比較溫和，感染風險比較低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因為大部分紅斑狼瘡嘅病人咧都會食 HCQ 嘅。咁 HCQ 長遠嚟講咧，個好處都會高嘅風險，因為如果長遠食金雞納即係興樂龜啦，或者 HCQ 啦，佢本身個免疫系統咧冇咁活躍嘅，紅斑狼瘡個病情咧都會穩定啲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傾向大部分嘅紅斑狼瘡病人咧，我哋都會食 HCQ。咁當然啦，如果係一啲重症嘅話咧，我哋需要用生物製劑啦。咁暫時咧，如果紅斑狼瘡嘅話咧，我哋比較常用咧就係有呢3隻生物製劑啦。咁呢3隻生物製劑咧，其實都會主要抑制 B 細胞啦，或者 I 型干擾素啦。咁亦都係比較強啲嘅藥嚟嘅。咁如果係用譬如尼妥式單抗呢一類 B 細胞抑制劑咧，咁佢都會削弱咗疫苗嘅反應。咁所以最好咧都係用藥之前咧就要打疫苗啦。咁如果係貝利尤單抗嘅話咧，相對地咧，佢嗰個感染風險比較細啦。對於疫苗嘅抗體製造能力咧，佢都冇咁影響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安全。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平衡翻本身個病情好處同埋唔好處，去決定翻究竟需唔需要用呢啲藥啦，同埋點樣打疫苗啦。咁既然咧感染係藥物咧有機會會影響到感染嘅風險啦，咁病友會唔會因為咁樣可能好擔心啊，所以唔敢食藥咧？都會有呢個焦慮嘅。咁但係呢啲都係正常嘅，因為始終冇人都想長期食藥啦。但係咧，我哋嘅治療目的咧係希望病情穩定之後咧，係希望將類固醇減到最安全嘅劑量啦，即係細過5毫克或者以下啦。咁但係中間咧，我哋都需要免疫系統藥去維持翻本身個病情嘅穩定。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病友咧唔好太過焦慮個病情同埋藥物嘅副作用，因為如果自行停藥或者減藥嘅話咧，個病本身控制得唔好，個病情好活躍咧，其實都會增加感染風險。咁另外，如果嗰個病情都係持續活躍嘅話咧，都會有嚴重嘅器官損傷。呢啲器官損傷有時係唔能夠扭轉。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要同醫生保持翻溝通咯，即係要喺藥物嘅風險同埋個病情嘅穩定要取個平衡。咁既然咧感染對於病友嘅影響咁大啦，咁疫苗喺預防方面又有冇啲咩幫助，又有幾重要咧？雖然紅斑狼瘡病人打咗針之後咧，佢嗰個抗體製造嘅程度咧係會比正常人低啲啦。咁但係研究顯示咗咧，其實如果打疫苗嘅話咧，對於保護病人對付病毒感染咧係有一定嘅保護。咁好似流感針咁啦，咁流感針嘅疫苗效益咧都幾高。
咁如果係睇翻呢啲文獻咧，佢哋都可以減少即係大概2成嘅住院機會啦，減少大概4成半嘅加護病房住院機會啦。咁甚至咧係可以減低死亡風險咧，去到接近6成。咁尤其是肺炎鏈球菌，因為肺炎鏈球菌咧係可以減少即係入侵性嘅感染啦，同埋一啲重症嘅肺炎啦。咁有時咧流感咧本身佢同一啲細菌感染咧可以係並存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佢有流感感染，同時佢有入侵性嘅細菌感染。咁呢一類嘅病人咧，佢入院同埋入加護病房嘅機會咧係會好高。咁所以如果係疫苗咧，可以減低病人有重症嘅機會咧，係絕對有效益嘅。咁所以咧，有打針咧一定係好過冇打針嘅。咁但係當然啦，個關鍵就係幾時打流感針係最好啦。咁當然最好就係病情穩定嘅時候咯。因為你有時咧打疫苗嘅時候咧，佢會有發燒啊、肌肉痛啊、攰啊呢啲情況。咁有時如果係病情比較活躍嘅時候咧，有啲病人分唔清楚究竟佢係唔舒服啊、紅斑狼瘡翻發啦，定係其實係疫苗嘅問題咯。咁所以咧，最好都係病情穩定嘅時候，個安全性會比較高咯。咁但係當個病情好活躍啦，譬如可能佢需要用生物製劑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建議病人打嘅，因為譬如尤其是用緊 B 細胞抑制劑，佢哋嗰個免疫系統咧打完呢一個生物製劑之後咧，佢哋起碼要半年咧，佢都係屬於一個免疫系統比較低嘅狀態。咁免疫系統比較低嘅狀態，佢製造抗體嘅能力當然會低啲啦。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嘅感染風險高咗咧，如果我哋冇疫苗嘅保護咧，佢有一啲病毒同埋細菌感染嘅風險會更加差。咁所以我哋希望喺治療嘅時候咧，要未雨綢繆咯，即係要早啲打，避免佢有重症啦。咁第三就係當然係季節性優先啦，即係譬如可能係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就應該要接種啦。咁但係當然有啲人 pass 咗流感嘅高峰期。但係而家我哋發覺咧，其實流感咧都冇一個特定嘅高峰期嘅。咁我哋平時講嘅高峰期就係大概秋天、冬天嘅時候啦。咁但係而家大家都有睇新聞啦，其實而家咧都係三個病一齊嚟啦，即係有季節性流感，有同時有新冠病毒，同時有核胞病毒。咁如果有幾個病毒合侵，而佢唔係季節性嘅時間咧，如果本身病人其實係冇打過疫苗咧，其實應該要盡早打嘅。咁另外就係，如果有啲人佢本身佢有調整藥物嘅，咁可能佢就會揀唔打啦，因為佢想等病情穩定嘅時候先至打啦。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啲輕微嘅藥物調整咧，譬如可能係類固醇加少少，譬如始終係細過10個毫克嘅，或者係只係微調一啲免疫系統藥嘅話咧，都唔應該因為咁樣而延誤咗打疫苗嘅時間。咁我哋都係以本身個病毒感染、本身個病嘅活躍程度，同埋本身究竟有冇其他疫苗係做準備。咁所以最重要咧，都要同翻醫生協調翻佢哋自己要製造一個疫苗嘅時間表。咁所以時機都係好緊要啦，都有唔同嘅時間表喎。係啊，咁咧就譬如如果係用生物製劑之前咧，譬如B 細胞抑制劑啦，咁最好咧就大個4星期就要完成接種啦，即係喺用藥之前。如果已經用緊生物製劑嘅話咧，咁就最好喺之前嗰一劑6個月以上，或者係臨打啦，即係因為有啲人可能佢要半年打一針，或者佢1年打一針。咁如果半年打一針就係啱啱用藥之前就要打啦，或者係用藥之前嘅4個禮拜打，或者係6個月後打啦。咁要睇翻，要幫佢跟翻究竟佢用藥有幾密而決定佢最適合嘅時機咯。咁另外類固醇如果多過20嘅話咧，咁其實其他嘅疫苗咧，如果延遲咗咧，其實佢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覺得嗰個抗體嘅製造能力唔足夠。咁但係咧，如果係流感針嘅話咧，因為佢每一年都會有唔同種類嘅季節性流感比較流行嘅時間啦。咁所以咧，除咗流感針之外咧，我哋都應該要考慮即係用其他疫苗啦。咁另外就係低劑量嘅類固醇啦。咁其實低劑量嘅類固醇咧係可以接種疫苗嘅，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有啲病人擔心本身應該係幾時接種咧，咁其實相對地穩定嘅時候做咧就係最安全。咁但係當然每一個病人個情況都唔同嘅，所以都要同醫生商量翻究竟幾時可以打疫苗咯。
咁有一啲嘅文獻就講咧，某一啲嘅免疫系統藥，譬如甲胺蝶靈或者 MMF，係可以停咗藥大概2個禮拜，然後先至接種一啲滅活嘅疫苗嘅。咁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希望可以提升抗體製造嘅能力咯。咁但係如果本身個病人個病情唔係咁穩定嘅話咧，其實佢未必真係需要一定要停藥嘅。咁如果病情好穩定，又想增加疫苗抗體嘅製造能力咧，係可以停2個禮拜藥嘅。但係當然事先就要同醫生商量啦。咁有冇一啲疫苗咧係特別建議打，又有冇一啲要避免嘅咧？我哋都會建議打滅活疫苗啦，而好多滅活疫苗咧都會可以已經足夠去應付一啲比較嚴重嘅感染啦。咁第一樣就係肺炎鏈球菌啦，因為頭先所講啦，咁肺炎鏈球菌我哋有2款啦，第一款就係一啲輕症啦，即係可能係一啲鼻竇炎或者中耳炎，相對地嘅病情比較輕嘅。但係我哋主要最驚咧就係一啲即係侵入性嘅肺炎鏈球菌嘅病啦，譬如肺炎啦、敗血症啦、腦膜炎啦。咁呢一啲嘅病症咧，主要係出現喺啲免疫系統低下嘅病人啦，尤其是紅斑狼瘡嘅病人啦。咁頭先都講啦，因為本身肺炎鏈球菌同埋流感咧，佢有機會一齊爆發嘅。咁所以如果有病人同時係有流感或者係肺炎鏈球菌感染咧，佢有重症嘅機會會高啦，佢嘅病情亦都會比較嚴重。咁所以都會建議接種。咁如果係喺歐洲風濕病聯盟嗰個建議入邊咧，咁佢第一步咧就會打13價啦，咁隔咗8個禮拜咧，佢就會打23價。咁咧而咁樣咧就已經係完成咗成個疫苗嘅進程㗎啦。咁有啲人咧佢會喺5年之後咧就會再補打多一次23價，因為主要嘅原因咧係23價咧雖然係一個廣譜啲嘅疫苗啦，佢有23款嘅肺鏈球菌嘅種類啦，咁但係佢本身咧佢唔夠深入嘅，咁個身體會忘記咗本身嗰個製造抗體嘅能力嘅，咁所以咧有一啲人咧佢會5年之後會再補打多一次23價，但係我哋主要咧都係希望所有嘅病人咧都會打晒13價同埋23價先，然後先至再決定5年之後打唔打嘅。5年之後打咧係只係一啲建議啫，唔係一定要做嘅。但係當然，如果有啲人本身佢嗰個感染風險比較高嘅，或者係年紀比較大、抵抗能力比較弱嘅，咁當然係希望佢哋一段時間之後會補打返23價。咁我哋香港政府咧，其實對於肺炎鏈球菌疫苗嘅接種咧，其實都好積極嘅。其實除咗係13價同埋23價之外咧，其實佢哋已經開始有15價㗎啦。咁如果係接種咗15價咧，咁佢會比13價會更加廣譜啦。咁所以接種咗一劑嘅15價之後咧，佢可以1年之後先至再接種23價啦。咁有啲人咧，佢可能佢會嘗試考慮用20價，因為20價會再廣譜啲嘅。但係當然20價喺紅斑狼瘡嘅病人嚟講咧，佢嘅文獻係比較少嘅。但係如果係以理論上嚟講咧，其實20價係會比15價比較廣譜啦，同埋佢暫時都唔需要再接種23價。咁所以如果有一啲人佢想方便，佢想淨係打一針嘅，佢可以考慮打20價疫苗。咁第二種咧就係蛇針啦。咁蛇針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啦，而好多人都好驚啦，因為本身佢嘅併發症都比較多啦。咁而免疫系統低下嘅人咧，佢有生蛇嘅機會都比正常高嘅。咁第二就係咧，佢本身嗰個症狀咧係唔係咁典型嘅？譬如可能有啲人咧，佢淨係神經痛，但係未出疹，或者出咗疹但係冇包疹。咁呢一類型嘅病人咧，如果去睇醫生咧，有時佢病人嘅醫生未必會發覺其實佢係生蛇。咁可能去到直至到有出咗包疹嘅時候啦，即係個皮膚有好似水痘咁樣啦，先至發覺原來係生蛇咧。到時先至再用藥嘅話咧，就會延遲啦。咁佢都會有機會容易啲有併發症咯。譬如可能係已經生蛇已經一段時間啦，佢可能出現神經痛嗰個風險係會比其他人高。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咧，紅斑狼瘡嘅病人咧係應該要接受生蛇嘅疫苗。咁生蛇嘅疫苗咧，我哋舊有咧就係活嘅疫苗啦。咁而家咧已經有滅活嘅疫苗啦。滅活嘅疫苗相對地比較安全咯，因為始終大部分嘅紅斑狼瘡嘅病人咧都係食緊類固醇同埋免疫系統藥嘅，所以滅活疫苗咧其實係比較安全。咁一般嚟講咧，
50歲以上嘅大人，無論佢有冇紅斑狼瘡，都應該要接種。咁另外免疫系統低下嘅人咧，其實18歲以上其實已經可以接種蛇針噶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睇下佢有冇出過水痘咯。咁大部分人都有出過水痘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佢打蛇針。咁蛇針嘅效能咧，其實係好高嘅。咁而家如果係打咗嘅話咧，佢嘅疫苗嘅效力咧都係好高噶啦。咁而病情穩定咧嘅情況都好好嘅，即係譬如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喺接種後嘅90日咧，佢都冇紅斑狼瘡翻發嘅。咁亦都可以預防併發症啦，譬如頭先所講啦，就係一啲皰疹其實唔係好典型嘅症狀啦，或者係佢本身皰疹之後出現神經痛。咁如果用咗皰疹疫苗嘅話咧，佢可以大大減低呢一類嘅併發症嘅機會。咁另外頭先講啦，因為本身紅斑狼瘡嘅病人咧係比較難清除 HPV 呢個病毒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去打 HPV 嘅疫苗咯。咁其實我哋主要有4價同埋9價疫苗嘅，但係9價疫苗係比較常見。咁9價疫苗咧，其實主要咧已經係 cover 咗比較嚴重啲嘅種類嘅HPV 啦。咁而呢啲紅色嘅 HPV 咧就會導致有子宮頸病變同子宮頸癌。如果男士就可能係肛門嗰度有癌症啦。咁如果係啲低危型咧，即係譬如會生疣啦。咁生疣咧喺免疫系統低下嘅人咧，亦都會比較常見。咁如果接種嘅話咧，我哋主要咧，如果免疫系統低下嘅話咧，就會接種3針嘅。咁但係咧，政府咧其實喺小學生入邊咧已經開始推行，即係全部人都要接種啦。咁所以咧，本身政府咧對於疫苗嘅推廣咧，其實都好積極嘅。咁所以咧，總括嚟講咧，紅斑狼瘡嘅病人當然係每年打流感針啦。咁另外就係肺炎鏈球菌嘅針啦。咁另外就係生蛇嘅針啦、HPV 嘅針啦。咁另外咧就係新冠病毒嘅針啦。咁新冠病毒嘅而家咧都比較活躍啦，但係我諗大部分嘅人咧都打咗即係新冠疫苗嘅，所以而家暫時即係都唔係好流行講呢一樣嘢啦。但係其實咧，事實上政府都有得打嘅。咁所以如果係180日內冇打過新冠疫苗而想打嘅病人，其實係可以去打新冠嘅疫苗嘅。咁另外有一啲病人咧，佢需要打活疫苗啦。譬如有啲人想去旅行，咁佢可以打黃熱病疫苗啦，或者有啲流感嘅疫苗咧，好似噴劑嗰啲咧，佢都屬於活疫苗嘅。咁另外咧就係麻疹、德國麻疹嗰個綜合疫苗咯，或者係水痘疫苗咯。咁其實大部分香港出世嘅人咧，其實佢都有打呢一類型嘅疫苗啦。但係當然有啲人唔喺香港出世，或者係年紀比較大嘅，咁佢哋未必有呢一個免疫嘅情況啦。咁我哋就需要同醫生商量，究竟佢哋應唔應該接受活疫苗？因為其實如果係紅斑狼瘡嘅病人咧，用緊類固醇同埋其他嘅免疫系統藥咧，打活疫苗咧，其實都會容易令到佢變成真係感染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等嗰個病情穩定啦，個藥嘅劑量好低啦，我哋先至會考慮病人去接種活疫苗。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起碼要停咗一段時間，或者一個好低劑量先會考慮啦。咁如果真係有啲人係真係需要一定要接種活疫苗嘅話咧，起碼都要停4個禮拜咧，先至可以接種啦。咁所以咧，譬如如果有啲人佢想去一啲比較落後啲嘅地方去旅行咧，最好都要2個月或以上咧，要同翻我哋傾翻，究竟佢需唔需要打一啲疫苗啦。咁如果有一啲病人可能佢嚟唔切睇醫生嘅，咁其實衛生署咧都有一啲即係醫生咧，去專門負責呢啲邊一啲地方屬於高危嘅國家啦，同埋邊啲疫苗係需要嘅。咁佢得到呢啲資訊之後，再衡量翻同埋去規劃翻佢哋幾時去旅行啦。咁除咗病人自己啦，屋企人同埋照顧者咧，又點樣可以幫手減低感染嘅風險咧？如果係屋企人嘅話咧，咁我哋會有一個保護嘅即係圈啦。咁主要就係話，除咗病人之外咧，屋企人都最好打返相應嘅疫苗，譬如流感針啊或者新冠疫苗啦。因為主要係擔心咧，屋企人咧其實佢嘅病徵唔明顯嘅，但係佢就會將一啲病毒或者病菌帶返屋企。
如果帶翻屋企咧，譬如如果係流感，因為佢主要都係接觸傳染，咁所以同台食飯啊嗰啲一定有機會啦。咁所以變咗係，如果屋企人都打疫苗嘅話咧，佢都可以減少佢中招嘅風險啦。咁減少中招嘅風險咧，咁相對地都會做到一個保護嘅圈，去減少病人去有呢一啲病毒細菌感染嘅機會。咁另外咧，如果有啲人係要用口服嘅小兒麻痹疫苗，因為佢係一啲活疫苗嚟嘅，佢有機會將啲病毒咧傳播翻俾同住嘅病人。咁所以最好就避免有呢個問題啦。咁另外，如果屋企有 BB 咧，咁佢本身佢 BB 個體質都比較弱啦。咁如果有紅斑狼瘡嘅病人，如果佢本身屋企有小朋友嘅，咁佢都要去協調翻疫苗嘅選擇咯。咁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勤啲洗手啦。如果本身佢有屋企人有病嘅，咁可能要離遠啲啦，盡量減少接觸啦。人多嘅地方要戴口罩啦。咁按時覆診啦，去了解翻自己嘅病情啦。最好唔好自己停藥啦，即係要同醫生商量翻最適合打疫苗嘅時機啦。最好就係喺一個病情穩定嘅時間，同埋睇下嗰個病毒同埋細菌高峰嘅時間，去作出一啲適當嘅決定，去幾時打疫苗啦。咁最尾就係，如果有病人發燒，咁一定係要即刻睇醫生嘅，因為雖然講緊有機會係紅斑狼瘡病發，但係感染始終都係比較常見，咁所以咧就變咗係我哋都希望病人如果係有發燒嘅話咧，係要盡快睇醫生啦。嚴重有唔舒服啦，譬如可能係發冷啦、尖寒尖凍啦，其實都最好要即刻去睇返醫生去決定究竟佢係紅斑狼瘡問題啊，定係一個嚴重嘅感染。咁聽落疫苗咧都係好重要啦，無論對於照顧者定係病友自己啦。咁楊醫生仲有冇一啲補充嘅資訊可以話俾我哋嘅觀眾知疫苗嘅重要性咧？有一個信息咧，我都希望大家知道啦。因為之前咧新冠疫苗咧，其實就好多人都好驚，因為驚接種咗新冠疫苗之後咧個病情會差咗咯。咁而家咧，因為新冠疫苗已經出現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都有啲文獻去睇返究竟對於紅斑狼瘡嘅病情復發有冇關係咯。咁其實咧，如果接種咗新冠疫苗之後咧，其實大部分嘅人咧接種咗之後都冇病發嘅。咁我哋有好幾種新冠疫苗咧。如果香港咧就主要係比較常見就係滅活病毒疫苗啦，同埋 mRNA 嘅疫苗啦。咁因為之前咧都有講過，會唔會 mRNA 嘅疫苗會令到紅斑狼瘡嘅病情會差咗？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其實都冇一個即係好關鍵嘅唔同咯，同翻滅活疫苗嘅話，咁我哋都要主要都係睇翻之前嘅經驗啦。因為當時其實我哋都冇咩其他文獻可以支持啦，即係主要係因為當時嗰個新冠嗰個感染都好嚴重啦，而新冠本身咧係一個病毒嘅感染嚟嘅，所以如果有病毒感染而免疫系統低下咧，有重症病人嘅風險其實係好高嘅，尤其是紅斑狼瘡嘅病人。咁所以咧，當時如果係權衡翻本身新冠肺炎嗰個嚴重程度啦，同埋疫苗嘅風險啦，咁都會鼓勵紅斑狼瘡嘅病人去接種新冠疫苗，因為始終當時嗰個肺炎嗰個感染嘅情況都好嚴重。咁我哋發覺邊一啲病人係容易啲會即係因為疫苗導致翻發咧，主要就係 ACR 分類嘅標準多咯，即係嘅意思就係佢本身個病情比較活躍啦。如果本身個病情比較活躍咧，其實都會多1.8倍嘅機會咧，其實係會令到紅斑狼瘡翻發啦。咁第二就係聯合免疫抑制劑，即係意思就係佢多過一隻免疫系統藥啦。咁如果多過一隻免疫系統藥嘅話，當然藥物係會令到佢嗰個免疫系統差咗啦。咁另外就係因為本身如果紅斑狼瘡係比較活躍嘅話，咁個 SLE 都會容易啲翻發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呢兩個因素咧係直接導致接種咗新冠疫苗之後 SLE 會翻發咯。咁所以就變咗係我哋都盡量希望平衡翻所有嘅好處同埋風險咯。即係究竟邊一類嘅病人係需要喺當時佢真係好活躍嘅時候要接種疫苗咯。咁當然我哋最尾當然係希望就係病人病情穩定嘅時候先至接種啦。但係我哋都要權衡翻當時嗰個情況，即係譬如如果新冠肺炎嗰個感染嘅風險好高啦、好流行啦，咁我哋都會希望病人接種翻新冠嘅疫苗。
咁所以咧疫苗其實佢嘅時機都好緊要啦，對於我哋嘅病友嚟講。咁我哋咧都提大家啦，咁如果咧有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喺我哋嘅留言區嗰度提出嘅。咁歡迎大家咧可以問一啲關於一啲風濕病科嘅一個紅斑狼瘡病嘅一啲問題啦、感染嘅問題啦等等嘅。咁我哋咧喺直播之前咧，其實都收集咗一啲病友咧平時比較關心嘅問題。咁我哋咧都想趁呢個機會咧請楊醫生咧為大家解答一下㗎。咁我知道咧好多病友心入面咧都可能有一個好大嘅掙扎啦，就係打疫苗咧始終係會刺激到呢個免疫嘅系統，會產生抗體嘅。咁樣嘅話咧，會唔會反而激嬲咗呢個免疫系統，令到我哋嘅紅斑狼瘡會復發咧？咁頭先所講啦，咁當然疫苗係都會即係有部分嘅人係真係打完疫苗之後係會有翻發嘅。咁但係本身病毒同埋細菌感染咧都會導致紅斑狼瘡翻發嘅。咁所以就變咗係我哋都係希望感染嘅風險會降低啦。咁感染嘅風險會降低咧，主要都係當然係靠日常嘅生活習慣啦。但係日常生活習慣咧，有時都未必完全足夠。尤其是譬如如果係季節性流感比較嚴重啲嘅，重症嘅機會會大嘅。咁我哋都希望病人去打季節性疫苗，因為始終疫苗導致紅斑狼瘡翻發嘅機率咧係遠低過病毒感染導致重症或者紅斑狼瘡翻發嘅，所以我都希望如果係病人嘅病情穩定咧，都應該去打疫苗。所以打疫苗都係非常之重要。咁但係咧，除咗打疫苗之外咧，好多病友或者家屬可能都會問一啲問題嘅。平時咧會唔會可以食多啲保健品，例如係靈芝啊、人參又或者係蟲草呢一啲類型嘅保健品，去增強我哋嘅免疫力去對抗感染嘅咧？因為我諗紅斑狼瘡嘅病人都好熟悉㗎啦，即係我哋都成日講係有一啲保健嘅產品係會令到免疫系統比較活躍嘅。咁我哋都唔希望病人食嘅，因為主要咧佢係會真係會容易啲令到紅斑狼瘡翻發咯。咁其實咧，我哋最重要咧都係均衡飲食啦，準時食藥啦，準時覆診啦，去了解翻自己病情嘅狀況，同醫生商量翻究竟邊一啲食物係對自己最好。咁有一啲食物啦，譬如係蔬菜生果多維他命啦。咁另外就係有一啲有 Omega-3 高嘅嘢，譬如三文魚啊嗰啲咧，亦都會對於紅斑狼瘡同埋免疫系統正常運作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主要就係做好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充足休息、準時覆診就得㗎啦。唔需要話一定要去食一啲好多一啲保健產品，或者做好多嘢令到身體健康。咁另外咧都仲有病友想問啦，因為可能近排咧轉天氣關節有啲痛，咁呢方面嘅話咧，醫生可能啱啱加咗少少類固醇㗎，咁樣嘅話仲適唔適合去打流感針咧？定係應該要等完全冇事嘅時候先去再打咧？咁我哋都要因應情況啦。譬如如果係本身個病情有啲唔穩定嘅，但係本身個類固醇嘅劑量加咗唔係好高，譬如可能係細過10毫克，咁我都會建議病人要去打針嘅。因為本身如果係呢一啲咁細嘅調整咧，其實都唔係太影響疫苗嗰個抗體製造能力嘅，所以我都會建議打咯。咁第二就係睇下當時嘅環境狀況，譬如如果有好多流感或者係肺炎鏈球菌感染，而重症嘅機會比較多嘅，咁我哋都係希望病人打疫苗嘅，因為始終如果係某一啲嘅病毒或者細菌比較流行咧，佢哋惹到呢一啲病毒細菌感染嘅機會係一定會好高。咁如果佢哋冇呢個屏障，屋企人亦都冇一啲保護嘅屏障咧，咁對佢哋感染嘅風險咧都會增加。咁所以咧都會希望佢哋去打疫苗保護自己。楊醫生，咁仲有冇一啲好緊要嘅信息想帶翻俾我哋嘅睇緊直播嘅觀眾咧？咁當然頭先即係講啦，紅斑狼瘡本身個病情咧有啲唔穩定性嘅，咁好多人可能佢有其他嘅器官問題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做一啲預防啦，了解翻自己嘅病情啦，希望可以用最短嘅時間，用即係喺病情穩定嘅時候，將類固醇嘅份量減到最低啦。咁但係我哋都要平衡翻本身用藥嘅好處同埋風險咯，唔可以太擔心太多藥物會令到影響身體健康，因為本身藥物嘅調整咧都會因應個病情而決定嘅。咁所以最重要咧都係同本身風濕科嘅醫生溝通啦，即係究竟幾時係用呢啲重嘅藥啦，幾時可以減類固醇啦，個病情嘅需要係點樣啦。咁另外最緊要就係咧
當有一啲感染嘅警號啦，譬如發燒、發冷，一定要早啲睇醫生。明白。咁所以咧，我哋睇緊直播嘅觀眾咧，都要留意翻呢一啲嘅問題啦。最緊要咧係同翻我哋嘅風濕科嘅醫生咧做好溝通嘅。咁今日咧亦都多謝楊醫生啦，為大家帶嚟咗咁多咁實用嘅資訊。咁希望咧大家了解多咗之後咧，都識得為自己同埋屋企人啊去建立一個保護圈啦。咁如果仲有其他疑問嘅話，記得要揾翻我哋嘅專業醫生去諮詢。咁我哋嘅風濕情報站咧係由受過專業訓練嘅病人媒體義工負責幫手進行直播嘅，令到我哋每一場直播都變得更加有意義。咁最後咧，大家會喺畫面上面見到各個病人組織同埋小組嘅資訊。咁如果風濕科病友想了解更加多唔同病科嘅資訊嘅話咧，都可以聯絡以上嘅團體㗎。咁同時咧，記得要關注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會定期舉辦更多嘅健康講座。咁今集嘅風濕情報站亦都嚟到尾聲，再一次多謝楊醫生嚟到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實用嘅資訊，亦都多謝各位參與嘅觀眾朋友，我哋下一集再見。風濕不再，風濕不再，風濕不再，你我自在。